继续要来讲台湾的人口老化，去年后就会将做超高龄的社会，所以金管会提出着5大措施，有高龄安养信托，有以厝养老，有活化保单等等，就是要让咱食老唔免烦恼钱的问题。我老了也很有可能是独居老人。以后有什么万一？没有，我没有想到那件事。食老卖无土豆，年岁愈来愈济，要安怎老有所终？金管会提出5大方案，希望讲或者老大人会使减淡薄仔经济上的烦恼，包括高龄者安养信托、高龄信托业务、结合安养医疗等等功能，提供专门做的安养商品。第2种方案是以厝养老。老大人将不动产抵押予银行，每个月会使得到部分的本金。第3是全面退休自主投资事业的专案，协助投资人自主投资，提早规划退休的生活。第4是高龄化的保险产品，希望讲3年内保障型甲高龄化的商品会使超过60%。第5是保单活化，为降低保费，也是转化为实物给付的保单等等，提高民众买养老险甲保单活化的意愿。金管会主委郭立雄认为讲，当长照机构达到一定的规模了后，应该向分级制度来发展，互日常生活较无多自理的老大人，拢会使得到上佳妥当的照顾。